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7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這個房企消息似乎也沒有什麼好消息。首先是萬科又有一筆公開債到期，又要延期。交通銀行公告擬於4月17日召開223萬科 MTN001持有人會議審議展期安排，展期現在兌付不了，以後再說了。該債券餘額20億元，利率3.11%。4月23日到期，債權登記日4月16日，表決才截止4月20日。總之，這20億兌付不了，要延期。萬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公開債沒法兌付。我記得去年，萬科把境外債一還，馬上公告說萬科已經沒有什麼要還的債了，大概這意思，還秀一下肌肉。現在你看看，徹底擺爛。當然了，不光是萬科，現在中海又出問題了。中海大家知道吧？那是妥妥的央企開發商第一梯隊，保利、中海、華潤、招商，就這個中海出了啥事呢？4月2日，穆迪調整中海評級展望。穆迪確認中國海外發展發行人評級，同時將其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因公司財務表現及市場下行壓力，認可其國企背景及流動性優勢，也就是把中海的評級展望調整為負面，下調了。還有其他的一些房企消息咱們就不說了。總之对房企來說，只能說日子是越來越難。樓市小陽春已經過去1周了，還有媒體還在鼓吹3月的這個小陽春，按理來說都應該集中火力來報道4月份的成交量，但是4月份的成交量媒體很少提及，尤其是這些什麼中国房地產報這些正经的媒体，我們只能從一些自媒體還有一些房產中介那兒能看到一些4月1號到7號到6號4月份的成交数據，只能說叫慘不忍睹。說廣州4月新房成交環比暴跌，本月累計成交環比暴跌60%到70%，單日成交一度下滑超80%。4月4日單日成交僅39套，環比下跌78%，市場整體輿論趨勢顯著，購房者議價空間增大。這是說的是廣州的新房，廣州新房4月份1號到6號跟3月份一比，環比暴跌，本來3月份它也沒怎麼漲，4月份還暴跌，你說說吧，暴跌60%到70%，那你說這些房企日子能好過得了嗎？新房賣不动，就這個很多專家還有一些媒體還在鼓吹小陽春。首先是經濟學家馬關遠，他今天發了一個微博，說我認為4個信號已經證明房地產大概率觸底，轉折點正在慢慢到來。他說了4個信號，實際上我們以前介紹過，他以前錄了個視頻，觀點是差不多的。我們還有個節目仔細的分析了一下他說了有4個信號，咱就不重複了。他認為從這些信號，我們的基本預判是房地產基本已經到了底部。我們維持以前的預判，房地產基本已經在底部，可以講跌無可跌了，下跌的空間已經很有限了。而且有很多城市房子確實已經便宜了。北上廣深二手房為什麼出現這麼大的反彈？因為便宜的二手房越來越多，大家感覺到買房子已經比較合算了。這種感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某些指標都要重要。大家根據自己的收入看，我買房子已經沒那麼難了。這個是馬關元發的微博，他這個微博如果在3月份發的，那咱已經聊過了。今天是4月7號，他還發這樣的微博，還是這樣的論調，這就有點過分了。為什麼？因為3月份確實從數據上看好像是挺多的。你說專家，我是看數據，數據就是涨了，你這麼說也說得過去。但是现在今天都7號了，你再看一看4月份的成交，這個小陽春還站得住腳嗎？4月份成交大家看一下，我在網上找了。首先說這個獨樹一幟的上海3月份成交突破3.1萬套二手房，日均是1000套以上。那麼4月份4月6號就是昨天啊，
上海二手房成交是499套，還没到500套，跟3月份相比已经腰斩了。4月前6天累計成交3566套，平均每天還不到600套，跟3月份一比，3月份平均每天是1000套以上，是不是下跌了40%？這叫斷崖式下跌。如果你還覺得這說明不了問題，那到下個周末，也就是這個成交，上海都已經是斷崖式下跌，扛不住了。3月份叫昙花一現，叫什麼小陽春，到了4月就沒有了。這是上海，我們再看看北京，那就更有意思了。北京6號二手房成交这個61套，整個的就沒了。5月份5號是67套，當然你說這是清明節是吧？北京人講究清明節要去上墳，不能買房。那6號不是清明節啊。北京這個前6天一共二手房是2100套，日均350套，不僅跟3月比那是斷崖式下跌，因為3月份是超過1.5萬套嘛。北京的3月份二手房好像是成交了將近2万套，日均是600多套，不到700套。那現在日均只有350套，也就是直接是腰斩。北京是腰斩。同樣的，如果觉得这個數據不靠譜，那要看下一周周末的數據，累計到下周基本上就是趨勢就出來了。這是北京。那上海呢？深圳就更慘了。深圳是4月1號到6號一共成交724套，日均只有120套。4月份的第一周就已經預見斷崖式下跌，上海是下跌40%，北京下跌50%，成交量環比。那在這個數據面前，你專家還說什麼小陽春，還說已經跌無可跌了，還說什麼年輕人趕緊買房，這個就有點過了。聯合早報他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國6大行房貸餘額連續3年下滑，分析指整體市場交易放緩》。這個咱們以前也介紹過啊，這個中國6大國有銀行的這個按揭貸款餘額是每年都在減少，說明什麼問題？說明樓市低迷，大家不買房，就這麼簡單。那他前面介紹了很多數據，咱就不介紹了，只說他結論部分。他說房地產邏輯已變，不可能微型反彈。什麼意思啊？他的觀點就是房地產邏輯已經變了，即便是企穩，也是就類似於 L 型，不可能是 V 型，到底部咣就起來了，追都追不上，那叫微型反彈，不可能是微型反彈，那頂多是 L 型，就是橫盤。戴德梁行研究院副院長詹曉端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說，提前還貸的情況仍然持續存在，但房貸餘額下降更重要的原因是整個市場交易放緩。也就是說，這個6大行的房貸餘額下降，不光是說韭菜勒緊褲帶提前還按揭貸款，這只是一方面原因，還有更大的原因是韭菜他就不貸款，不去買房。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嚴躍進接受採訪時也說，目前房價相對穩定一點，提前還貸的情況應該有所變少，房貸餘額下降與房屋交易關係更大。嚴躍進說，一些重點城市表現積極，但反映到全國層面，總體規模量肯定縮小。但他認為市場情緒和預期在向好發展，新房和二手房聯動效應偏弱，是政策上亟待解決的問題。詹曉端則認為，雖然一些城市出現小陽春，但大部分城市情況並不樂觀。目前一些取消限購措施，短期內對市場可能有刺激作用，整體市場持續回暖還是要看宏觀經濟面以及市場信心的修復。廣州中原地產項目總經理黃濤接受採訪時也對今年房地產形勢表示不樂觀，他研判明年可能會向好發展，也就2027年，但強調向好不是微型反彈，因為房地產的邏輯已經改變，大勢已去，能穩定觸底，配合整個經濟發展就不錯了。也就是說，不要琢磨着買房子還暴富，買房子買完之後就暴漲，這個想法就不要有了。買房子就是消費，你消費得起你就消費，你就買，消費不起就算了，你租房住没毛病。這是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我覺得比較客觀相对。也就是說，即便觸底穩住，也不存在什麼反彈，主要看韭菜兜裡的錢有沒有多，韭菜那個兜比臉都乾淨，你怎麼讓它反彈？
沒有信心。戴德梁行也說，他說廣州甲級寫字樓空置率超過22%。今年頭3個月，廣州寫字樓新增供應大幅加速，新增供應達到32.6萬平方米，相當於去年大半年的量。其中8州金融城是重點區域，現在全市甲級寫字樓平均租金降到了每個月114.7元每平米，也就是租金還在下降，空置率還在上漲。今年預計還有46萬平方米的新增供應要入市。廣州商業空置率在 9.5% 附近，那這個就不多說了，因為我們一直說空置率寫字樓的租金反映了就業情況，如果就業沒有改善，不仅住宅的租金上不去，住宅價格也上不去，這個都是环环相扣。就像去年一樣，很多媒体又在炒作这個小陽春業主跳價加價。這個上官新聞還有很多媒體都報道說，上海女子200萬買房，隔日被加價5萬。現在漲價難道是掩護鄰居出貨？上海張江程序員小於在金橋租住的小區裡盯中一套總價700多萬元的房子近1年，本打算清明假期看房，結果打開 APP 發現價格直接上漲50萬元。也就是這個碼農小於，他就一直盯着這個房源，看中了這個房源的價格一直在700萬，他一直盯着，準備清明節放假順便去看一下，準備出手拿下。結果等他再次打開 APP 的時候，這個房源價格直接跳漲50萬，讓他直呼沒法談。類似情況並非個例，新7條出台後，3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創5年新高，不少買家入市意願增強。但清明假期看房時，一些買家卻發現房價要麼突然漲價，要麼溢價空間收緊。夏女士看中郊區一套不足100平米的老公房，前一晚剛談到200萬元，次日賣價漲至205萬元，她無奈轉而購買另一套1995年建93平方米的房子，以190萬元成交。剛畢業3年的小許看中普陀區一套老破小，尚未開口，買家先漲價15萬元，雙方心理差價達到15萬元。也就是那買家如果不漲價，那剛畢業的3年的小許就買了，對不對？結果這個賣價不講武德，立馬跳漲15萬。數據顯示，3月上海二手住宅掛牌均價環比微漲 0.08%。結束連續33個月下跌，賣家心態出現轉變。中介反映多區域出現加價惜售現象，已談妥價格反悔，熱門小區普遍上調10萬至50萬，甚至暫停掛牌觀望。不過業內認為此時漲價未必最優。上海中原地產分析師盧文熙指出，本輪成交回暖主要源於新政釋放剛需，而非價格全面上漲。當前是成交熱，不是價格熱，價格只是止跌企穩，大幅加價會勸退剛需。盧文熙表示，盧文熙建議賣家應貼近市場成交價定價，不盲目加價，不臨時反悔，遇到誠意買家應盡快成交，尤其是置換型賣家應把握市場活躍期，加快交易節奏。咱們觀點完全一致。咱多次說2024年9月份出台救市措施的时候，咱們就說過了，想賣房的趕緊抓緊機會出手，千萬不要漲價，對吧？要珍惜第一個給你開價的。這次小陽春咱們又說了，想賣房的一定要抓住機會賣掉，不要坐地起價。你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你在後面賣只會更便宜。買房那就跟着自己口袋情況，有錢你可以買，沒錢再等等，會更便宜。實際上每年這個時候媒體都要炒作房東漲價，實際上再過2個月就應該炒作房東後悔，你看當初不漲價就好了，一漲價沒成交，結果你3月份還有人問你，中介還能帶人來看房，過了3月份你那房子都沒人看，你看4月份成交就是斷崖式，是吧？直接就腰斬。腰斬是什麼概念？你到5月份6月份你再看，你得花錢請中介，你給中介還得送點東西，看房的人去看房，你還得給人家準備點水果，準備點什麼零食，
很多人賣房都這麼賣，希望中介往他那帶人看，想出手。这個媒體就這樣，當然很多人很多韭菜就這樣，他忘了去年這個時候是什麼樣子。實際上去年滬9條落地應該是5月份，滬9條落地跟今年滬7條落地是一樣，也引起了一小波高潮，很多房東漲價，二手房東提價，媒體也渲染。我估計這些房東現在後悔了吧？你去年賣好歹價格更貴一點，你今年還提價，又賣不掉，那就等到明年3月份看明年的小陽春怎麼樣，能不能出得去？就每年小陽春後面就要炒作二房東、二手房漲價，坐地起價。我們再看一個報道，說的是深圳豪宅，它的標題叫“銀行親自下場甩賣，深圳豪宅法拍房殺瘋了”，什麼意思呢？他說，最近深圳法拍房市場釋放了一個炸裂的信號，銀行不再躲在幕後數錢了，直接擼起袖子站到了拍賣席前，擔起了甩賣主理人。銀行下場，資產回籠成了主旋律。先回顧幾套讓人血壓飆升的房源：湘豫中央、福田香蜜湖老牌豪宅，建築面積203平米，起拍總價1504万，折合單價僅7.5萬每平米。貝殼平台顯示，小區掛牌均價約20萬每平米，今年2月實際成交均價18.27萬每平米。這套起拍價相當於在掛牌價基礎上打了3-7折。還有很多這房子被原業主反覆抵押5次，堪稱一房5押。債權人有銀行業，有民間借貸人，堪稱深圳民間借貸亂象的教科書級別的案例。3套豪宅3塊骨折價，而他們背後站着的不是別人，是銀行。這幾套房源皆無法確認屋內情況，就是房屋內是什麼樣的裝修、幾成新等等，這個無從知曉。但凡有辦法，誰也不想走到被查封這一步。拍賣是迫於無奈，從情感上不讓入屋，就是不想房子被法拍。深圳還有出現過制造一份長期租賃合同，為的是阻撓房源交付的這種，就是阻撓法拍。銀行為什麼坐不住了？法拍房背後的債權人千萬，但過去銀行通常是被動債權人，借錢給業主，業主還不上，法院查封拍賣，銀行等着分錢，也就是銀行把法院推在前面，对吧？由法院來主理。但現在情況變了，以湘豫中央那套為例，背後涉及一筆超過1714萬元及利息的金融借貸糾紛。華潤城、潤喜背後同樣是與銀行借款合同糾紛，執行債權金額1400萬元，房產曾2次抵押。當一套房產被反覆抵押多次，意味着債權人名單不止一家銀行，有的排在第一順位，有的排在後面。你的債權清償順序不一樣。所謂的抵押、查封、多輪查封，理解以我的經歷，無論是抵押還是查封，只有一輪。你後面的第2輪、第3輪，那都叫輪候，什麼意思啊？等到第1輪解決了，你第2輪吧唧變成第1輪，把它剩下的給封上了，明白啥意思嗎？那叫輪候。但是輪候不代表你封上了，沒封上，你得看前面第1輪人那個債權人整的咋樣了。你比如說，你這個房子值1個億，但是第1輪債權人第一個查封你的，他的債權是2個億，那你說對吧？你作為順位第2輪叫輪候查封的第2個，那跟你沒關係了，因為這房子賣了還給第1個人還不夠，你就查了個寂寞，你查封就是沒有意義，這意思。那很多資產5輪、6輪查封、7輪都有，那就後面排着隊唄。所以現在銀行的選擇很直接，與其慢慢等法院排隊分錢，不如自己定個低價快速甩賣，先把錢拿到手再說。事實上，深圳法院已經在提訴。根據廣東政法網信息，龍崗法院2024年8月起至今年3月底，創新了被執行人財產自行處置機制，處置周期較傳統司法拍賣縮短52%，最快一例從簽約到成交僅用時10天，平均議價率23%，累計成交金額1.39億元。
南山法院也搞了代封代押过户新机制，一套2次流拍的房产最终成功变现，实际上由债权人自己去处理，那说明这个資產整個處置完，還這個債權人恐怕還不夠，就沒有多餘的錢，所以法院就不需要自己出手了。如果還有多餘的，那這錢給誰？所以這時候法院就得出手，應該這麼理解。抵押也一樣，叫質押。比如你這房子房產證，你押給一個債權人，你就沒辦法押給第二個人。你在不動產交易中心的登記的時候抵押，那也只能抵押一回，同時不能後面說我有把這個房子抵押給甲 A 了，後面我又把它抵押給 B， 那你抵押第二次抵押，那純粹是口頭協議，你沒有辦法在不動產交易中心去搞抵押手續，就這意思。所以說他什麼2押、3押、5押，那都是後面全部是協議寫的。深圳法拍市場1季度數據出來，別人跌，深圳殺瘋了。中指研究院數據顯示，2026年1到2月，全國法拍房市場量價齊跌，成交均價4869元每平米，同比下跌 8%， 平均折價率 71%， 也就是打7折，整體清倉率僅 16%， 也打7折也只有 16% 的能成交，大部分就流拍，沒人要。法拍房非常複雜，你道行淺的不要去碰法拍房。但是深圳交出的成績單是法拍住宅掛拍491套，成交326套，清倉率 66.4%， 位居全國第一，成交折價率高達 90%， 也就是打9折。銀行主動當債權執行人，背後是更深層的市場邏輯。不良資產處置正在從被動等待轉向主動出清，沒辦法，銀行得有所作為，等着法院處理，法院的案子太多了，沒法處理，銀行自己想辦法趕緊賣吧，回籠資金。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這個銀行也逼急了，親自下場賣房嘛。這個在去年網上不就炒作過一次了嗎？銀行親自下場賣房，這個很多經濟學家、很多專家建議銀行不要賣，你這麼一賣的價格不就更低了嗎？這不就是砸盤嗎？但是銀行不賣房子，銀行的錢怎麼辦呢？銀行要房子幹啥？而且房子放在手上還貶值。我們總說樓市穩不穩，房價有沒有到底？目前你還要跟收入掛鈎，收入說白了要跟就業掛鈎。也就是當你的韭菜沒有就業，韭菜的收入不穩定，你就說樓市能回暖，樓市企穩，這個也不現實。樓市的底在哪裡？這個答案誰也不知道。你還不如問一問韭菜的收入，韭菜口袋的底在哪裡？什麼時候韭菜見底了，它的收入見底，那樓市差不多也就快見底了。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這個是2020年2月28號發布的，1個多月前發布。這個公報裡面，2025年末全國就業人口總量7.3504萬，就是大概7.25億人，這是就業人口，看上去不少，對吧？你就業人口也是很多國家的人口的多少倍？美國才3點幾億人，俄羅斯才1點幾億，咱們就業人口是7.25億，但是這其中有40%到50%就業人口處於非穩定就業或失業狀態，也就是本來是7.25億人要工作的，這裡面有將近一半的人沒有工作，或者是不穩定的工作，就是打零工。那你說在這種情況下，你房子作為這麼大的一個不動產，你怎麼能穩住？這其中城鎮調查失業，這是官方數據，城鎮調查失業率年均是 5.2%， 人社部的，對應失業人口3950萬，佔全國就業人口 5.4%。靈活就業，這是人社部和統計局的口徑，靈活就業大概在 2.8億，這是截止到2025年底。靈活就業包括什麼？包括送快遞、外賣、網約車、大貨車司機等等。那這個佔就業人口 39%， 也就是1/3。還有隱性的無法統計失業，大家也知道失業是怎麼統計？失業是你連續多少天，就一周你連1個小時班都沒上過，完了之後你自己也不找了，那這個都不算失業，是吧？但是失業的統計規則是非常複雜的，很多在家啃老的不算失業，你在家啃老你不投簡歷，那不算失業，那叫放棄就業，放棄求職。還有農村的這些很多年輕人，他失業不失業都不在統計範圍內，都不知道，
這叫隱性失業。還有一些什麼灵活就業中的偽就業，那這個人口大概在5000萬到6000萬，占就業人口的5%以上。如果把这些都加起来，刚才说的这些人，有50%的人是處於這種狀態，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有50%的就業人口處於非穩定就業或失業狀態。你想一想，一小半的人，咱們就按3億算，有3億人失業或者是非穩定就業。你說你房地產怎麼穩？你忽悠了這幫人買了房，那他怎麼還？他收入不穩定，完了他有的乾脆就失業。這些人沒買房還好，買了房的這些人，那現在就這樣在火上烤。你槓桿買了一套房，現在失業，那不就是約等於破產嗎？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說，專家每次聊樓市的時候，他就不聊收入，也不聊就業，這不就是耍流氓嗎？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